大家好，我是客家佛教中心的释小金讲法师，是尊贵的赞图仁波切的弟子。我们今天继续跟大家分享的是马明菩萨所著的《上师50颂》。那这个《上师50颂》呢，我就是这次跟大家分享的内容呢，主要是根据这位就是我身后有这本书，这个是格西阿旺达杰。格西阿旺达杰他针对这个上师50颂呢做了一些解释。那我所使用的这个文本呢，主要是英文的，所以我会用一段一段的英文，念了英文呢，再跟大家解释中文的意思。那现在回顾一下之前呢，上师50颂总共，上次我跟大家分享到了第6颂，现在快速的给大家看一下前面的几颂。那第1颂呢是能得吉祥金刚心地印，次第顶礼上师莲坐下，拜师无数根本清净内，众莲少机说此应礼听。这个，然后到第2颂。那其实这个第一颂来快速的讲一下，讲最好呢，如果说我们想要得到觉悟的话呢，最好的方式其实就是必须完全去依止我们的上师。他说马明菩萨会根据上师50颂来好好跟我们解释这个整个怎么去遵循这个根据上师50颂的一种做法来完成上师依止。那第2颂呢，所有十方世界中，佛及菩萨30时礼拜金刚阿阇黎灌顶大上金刚师。那这一颂主要说的是，就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佛，他们就是在十方的佛，他们都对自己的上师顶礼，那更何况是我们呢？那在这里的意思就是说，即便是已经证悟的佛，他们都时时刻刻记住上师的恩典。那像我们一般人的话，那当然是更加需要去对上师敬礼和表示依止。那第3呢是最胜地乐30时合掌持花曼达拉供养世尊呼鲁士，顶礼恭敬皆主礼。那第3颂呢，就是说每一天呢，我们每一天都要有三个时候，我们必须要向我们的上师表示顶礼，合掌的供曼达拉或者供鲜花，向他顶礼。那这是对上师的一种表示对上师的感恩、尊敬和称呼。那第4颂呢，在家或者初学时，法经佛像前供养，学密弟子真心礼，有时则系诸一棒。这一颂讲的就是一些比较特殊的情况。那之前说我们每一天要对上师顶礼3次。那但是第4颂呢，他有说到一些特殊情况，就是说有些时候如果说你的上师是在家人，而你本身是出家人，或者你上师实际上他的资历可能比你低的话，那其实你就不方便在众人面前向他顶礼。那这样子会引起其他人的一些在家人或者对佛法不熟悉的人，会引起他们的邪见。所以为了避免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呢，我们应该就用一些比较善巧的方法。那比如说就是说像上师身旁的佛像啊、佛经啊，或者是佛塔顶礼。那你向这佛像、佛经、佛塔，就是佛身语意代表来顶礼的话呢，那别人就不会说些什么东西了。那其实你心里知道你顶礼的对象其实是你自己的上师，但是这一颂讲的意思是这一个。那第5颂，共作站礼有意识，供养者是做一切，金刚弟子力士全，能放大礼无上师。那第5颂呢，他说的是刚才说的是一些特殊的情况嘛，那就是有些情况我们不能够做一些顶礼啦或者洗脚之类的一些动作。那第5颂讲的是一般的情况，就是说无论你上师是什么人，不管他的资历比你深或者浅，无论他是在家人或者出家人，他的辈分比你就是在一般的辈分他比你高还是低，那其实都无所谓。只要是对上师呢，我们都要做到基本的一些礼貌上的一些尊重。
那比如说什么叫一些这样子的尊重呢？比如说我们可以献供养啊，我们可以为他提一些东西啊，也许我们可以就是当他坐下来的时候，我们给他一个垫子啦。当他在附近的时候，他或者是他刚刚进入进入大殿或者是进入一个房间的时候，我们站起来迎接他，这些都是一些基本的一些尊重。这是无论你上司是谁，我们都要做到的。再接下来呢，这一个是第6颂，金刚师及其弟子同样会得越法罪，所以亦有阿舍利弟子当护舍其性。那来到这一颂呢，我们就主要就开始讨论说，要建立上师跟弟子的关系之前，其实我们需要很好的去好好的检查，就是互相检查，上师要检查弟子，弟子要检查上师。那检查的时间呢，其实是有建议说是至少3年，或者是到甚至可以长达12年。那就这样子做的目的呢，其实是为了要避免就是上师跟弟子之间呢，当他们建立了师徒关系之后，会出现一种承诺上的退逝，所以为了避免这样子的事情发生，在展开师徒关系之前，就要认真去检查自己的上师。为什么？就是因为一旦师徒关系已经建立后，建立师徒关系之后，再出现关系上的破裂，其实那就是一种三昧耶的败坏。那三昧耶的败坏呢，对上师跟弟子其实都会带来一些很恶劣的影响。所以检查上师应该是在接受上师之前，当开始已经接受了上师之后呢，我们就应该停止再去检查上师不然这会形成一个很就是会给我们带来，就是我们会造很大的恶业。那弥勒日巴尊者也曾经说过，当我们跟上师在一起的时候，其实我们应该把它视为一个完美的抉择。一旦你认定那个人是你的上师的话，你应该就把它视为一个完美的抉择。那如果你能够把上师视为佛一般的话呢，那我们修行就有成就。那反之呢，如果我们对上师有邪见的话呢，我们修行就不会有什么成就。而且如果说你没有办法好好去依止上师或者尊敬你的上师的话呢，你即使无论你闭关苦修多少年，你的修行其实都其实是没有什么价值意义的。那这样子的过程，所以在认定师徒关系之前的这样子的检查过程，其实是可以长达12年的。这个直到双方都对方感觉到满意为止。那这是第6颂。那前面6颂主要是这一个。那接下去呢，好，那第7颂开始呢，我们就要开始既然讲要检查嘛，对不对？所以说到要检查的话呢，我们就必须要知道怎么检查。如果我们一般人说，我想要检查，那检查的依据点是什么？我们该根据什么来检查？上师应该怎么来看弟子呢？弟子又该怎么来看上师？所以他在这个上师50颂的这个马林菩萨的这个上师50颂里呢，他都有清楚的把这个列举出来。所以现在在第7颂呢就开始讲这一个东西。那现在就开始跟大家念一下英文的。The Guru who is to be relied upon or avoided。那这一讲的是我们可以去依止或者是应该要去避免的上师。The character of one to be avoided。那我们应该远离的上师，他身上会有一些什么样的特点？那这一个第7颂 ，A disciple with sense should not accept as a guru someone who lacks compassion or is prone to anger, vicious, arrogant, possessive, undisciplined, or boastful of his knowledge。中文呢，就是这里给大家看，这是中文的：真慈放弃黑心怒，无戒傲心贪心心。多善心乱此足等，有志弟子以慧简。那这个的意思就是说，一个有想法的一个弟子呢，他不应该去找寻或者是接受一个缺乏慈悲心、一个容易动怒、很恶毒又很傲慢，而且占有欲强、本身缺乏纪律或者是常常自夸有知识的上师。那接下去我们会讲的比较详细一些。那讲我们就是说简单的说，就是这一颂第7颂，要记得第7颂就是我们的一个参考。
我们对上司，我们不应该找的上司应该是什么样子的？他不应该找的上司是什么类型的？那其实也当然就是特别去提到一些不具格的上司，他有些什么样的一个特征？那如果是一个聪明的弟子呢，其实他不应该跟这样子的上司建立关系。那我们具体讲一下这些特点。He should possess great compassion, the wish that sentient beings be free from suffering and its cause. This is the most important qualification. If our guru is not compassionate, there is danger that he'll give up on us at the first sign of bad behavior. If he has great compassion, then no matter how offensive our actions, he won't forsake or neglect us. Therefore, it's very important that our guru have great compassion. As stated in the great commentary on Lama's Chopa by Kachin Yeshe Gyaltsen, however, the mischievous child offends his parents and misbehaves and worries them, they won't lose love and compassion and will continue to value him. Although I, a vulgar rascal, don't deserve your compassion, please don't forsake me and guide me as parents guide their child. 那这一段讲的就是说，他讲一个上司呢，他应该拥有很大的一个慈悲心。那慈悲心大到什么程度呢？他慈悲心是大到就是说，希望所有一切众生都能够免于痛苦和痛苦的原因，就是免于痛苦和苦因。这是我们常在四无量心里都在念到的内容。那这是一个上司最重要的一个特征和资格。那如果我们的上司没有慈悲心的话，那会有什么情况呢？那时候如果一个上司没有慈悲心的话呢，他就没有办法去容忍我们的缺点，他会在我们一开始出现一些不良的一些做法或者作风或者行为的时候呢，就开始放弃我们。那如果说他拥有很大的慈悲心呢，那无论我们的行为是多么的令人反感的，无论我们是行为是多么恶劣的，他都不会随便放弃我们，或者是刻意去忽视我们。所以上司呢有很大的慈悲心是非常重要的。正如卡千野喜坚赞，那就是宗喀巴大师的弟子，他在对上司惠供的评论中说道：那无论一个弟子是多么淘气，如何去冒犯他的上司，如何去冒犯他的父母，无论他的行为是多么的错误，或者让父母担心，父母也不会因为这样而不再爱孩子，或者不再去慈祥的去对待孩子，他们一样会很珍惜他。同样就是这个卡千野喜坚赞呢，他是宗喀巴大师的弟子，所以他同样他就对着宗喀巴大师说，就是在这个上司会供评论里面他是这么说的，他讲：虽然我是一个很粗俗的一个流氓，不值得拥有你的慈悲，但请你不要离弃我，要像一个父母教导孩子一般的引导我。所以这里讲的呢，就是说上司的慈悲心就应该像父母这样，无论孩子是多么的恶劣，孩子犯了多少错，上司都对孩子就是父母对孩子都不会放弃。那同样的，上司呢也不会放弃，就是无论什么情况下都不会放弃我们。He shouldn't be prone to anger. 他不应该容易发怒。那一个上司，他其实我们常常看到上司可能会骂人，会怎么样的，但是实际上这个上司呢，其实他不是一个真正在情绪上容易发怒的。他的发怒呢，其实只是一种方式，就是比如说，就是父母有些时候就是要教导孩子的时候，是表现出发怒，而不是真正发怒，不是一种失控的发怒。所以一个上司呢，是不应该容易发怒的人。He shouldn't be sadistic or hold a grudge. 那他不应该是一个残暴的，或者是一个或者是怀恨在心的人。那一个上司当然对弟子的过错呢，他其实他是应该是很宽容对待的，而不是有些时候弟子可能品性比较恶劣，可能得罪了上司。那上司如果说是怀恨在心的话，刻意去虐待他的话，那这个上司呢就不是一个具格的上司。He shouldn't be arrogant. 他不应该傲慢。那一个上司呢，对自己本身所学、自己所知道的东西，他不应该用一种很傲慢的态度去表现出来。He shouldn't have a strong desire for possessions or wealth or cling strongly to material things. 那上司呢，不应该对财产或者是财富呢具有强烈的欲望，他也不应该很执着于物质财富。
那一位上司，如果说他怎么说，如果上司对财富其实是非常执着、有强烈的欲望的话，那其实我们其实对这样子的上司，我们也没有办法投以完全的一个信任。所以，而且上司他这个上司，我们这里讲的上司是教导我们佛法的上司，是教导引导我们走向正悟的道路的上司。那如果一个这样子的上司，他本身对财富是有着不可控制的一种欲望的话，那这样子的上司怎么有资格怎么讲有资格来教导我们走向解脱的道路呢？其实如果他连基本的处理性都没有的话，所以一个上司呢，其实对财富是不应该执着的。He shouldn't be loose of character of body, speech, and mind, or careless in his practice of morality. If the guru gambles and takes intoxicants, his disciple will follow the same path. We should try not to fall under the influence of such a guru. If possible, our guru should be like Nakso Notawa. He lived at Atisha for 19 years, during which time he couldn't see the tiniest stain of fault in him. We should try to cultivate a guru like that, one in whom we can't find even a single shortcoming. Similarly, Keduk Rinpoche offered praise to Lama Tsongkhapa. No matter how the Buddhas, with all their wisdom, try to see if you have breached any of your vows, even a minor downfalls, they won't be able to find a single one. This emphasizes that we should choose a guru who keeps his vows properly. 那这里说呢，他在上司呢，在身语意上，他其实都不应该出现散漫的一种不精心的态度，或者是在道德上呢是很不清心很大意的。那如果说上司本身爱赌博，或者是很爱使用成瘾性物品，那成瘾性的物品就包括什么东西？包括可能就是大麻啦，包括酒啦，包括烟啦，那如果说上司有这样子的一种坏习惯的话呢，那就是他没有控制他的身语意的话，那所教出来的弟子呢，也会是同样的，就是弟子也会跟着同样的一种道路在走。所以呢，我们应该就尽量不要受到这种上司的影响。那说如果有可能的话，我们找寻上司呢，其实应该就像阿底峡尊者的弟子那措义师那样。那那措义师呢，他跟阿底峡尊者总共共同住了19年。那在这19年的近距离接触之间呢，他是完全看不到上司的任何缺点的，就是任何一些最微小的污点或者错误呢，他都看不到的。那这里说就是说，我们应该尝试去找一个这样子的上司，去跟这样子的上司建立关系。那怎么样的一个上司呢？一个我们没有办法在他身上找到任何一个瑕疵的一个上司。那同样的，这克祖杰仁波切呢，对宗喀巴大师也表示赞美。克祖杰仁波切就是宗喀巴大师的2大心子之一。克祖杰他的依止上师的精神是十分出名的。他在表示他对宗喀巴大师表示赞美的，我们看看他对宗喀巴大师是怎么样去表示他的赞美的。他说，无论诸佛拥有多大的智慧，如何使用他们自己的智慧，尝试去看看你，这里的你指的就是他的上师宗喀巴大师。他讲，无论众佛如何去使用他自己的所有的智慧，用尽所有的智慧，尝试去看看你是否违犯了什么戒律，或者是有多少的一些退失。这些佛呢，他们都是没有办法找到的。就是说，诸佛用尽办法，用尽智慧，想在宗喀巴大师身上找到任何缺点，看看他是不是有些什么不如法，或者是就是破戒的地方，他们都没有办法找到。那这是克祖杰对宗喀巴大师的赞美。可见他心目中呢，他的上师也是宗喀巴大师，是多么的完美无瑕，是多么的去亲近守戒。所以这里要这样讲的就是强调我们应该去选择一个能够亲近守戒的上师。所以这一段讲出来这个。He should not boast of his abilities or be fond of revealing his qualifications all the time. 那他不应该夸耀自己的能力，或时时刻刻到处去炫耀自己的资格。那一个好的上司，我们觉得说，如果说是一个就是作为一个上司，应该是谦卑的，他不应该就
就到处去自夸说自己是某某某某人的，自己是某某某某佛或者是本尊的化身呢，不应该到处去夸自己是谁谁谁的转世啦，或者是自己究竟学了多少东西，自己学的资格或者资历是多么的伟大啦。那或者也不应该到处去说自己有多少能力去能够降服一些邪魔之类的。那一个好的上师呢，一个具德的上师其实是完全不会有这样子的一种表现的。所以这一颂的第7颂讲的是我们要留意的，就是应该避免的上师是什么样的。那第一，在这里再跟大家重复一遍，就是说一个缺乏慈悲心的、容易动怒的、恶毒的、傲慢的、拥有强烈的占有欲的、缺乏纪律的，或者是常常很爱自夸的上师，那这些上师呢，都是我们应该避免的。所以在这里，他首先就教会我们，就是说，在深入去研究找一个上师之前呢，我们首先就是要排除一些不适合的上师。那其实这些基本上都是一个，就是说，因为我们一般人对，即使找一个普通的老师，我们也都不会找寻一个这样的老师。所以对上师的话，当然这个老师一般的老师其实只是教导我们，可能在某一些课业上了，或者在某一个专业上了的一些知识。那即使是这样的一个只专注在某一个专业上的知识的老师，我们都不会随便找一个骄傲的，或者是容易发怒的，或者是傲慢，或者是没有纪律的，或者是自夸自己很有知识，其实又不是的老师。那即使在普通的世俗的专业上，我们都不会找一个这样老师的话呢，更何况我们现在找的这个上师，是要教导我们，是要指导我们、引导我们走向成佛的道路的上师。所以首先这次第7颂呢，我们就当我们在找寻上师的时候，我们就要张大眼睛去看，有这些特质的上师呢，我们首先就已经是不选择、不考虑他们当我们上师了。那这是当然，这里讲的是你把他视为上师之前，或者是你跟他奠定师徒关系之前，那一旦奠定师徒关系之后呢，那就不应该再继续去找这些问题。这个就是我们的第7颂。好的，好，那第7颂的分享就到这里为止。结束之前，我等下就会继续跟大家分享第8颂。那在结束之前呢，让我们先做一个简短的，就是做一个回向。那所有所做的善行，或者包括我们学佛、我们学法、我们听法、我们分享佛法，那些只要我们怀着好的一个动机去做的话呢，那其实都是可以作为一个怎么讲，我们是可以回向我们的功德的。所以每次在做这些善行，做一些佛法的一个各种活动之后呢，其实我们如果我们都要能够怎么说呢？我们都最好能够做一个回向，那好让我们的就是能够把我们所累积的功德呢，就能够很好的存在我们的一个功德田里。好，如宝珍贵菩提心，为生出者愿生出，以生出之菩提愿，岂不退转倍增长？如宝珍贵之空性，为生出者愿生出，以生出之空性宝，岂不退转倍增长？愿只修一切功德，利所有众生助法弘，现名至尊善慧名称师，所示佛法信要诸圣教。唯愿世世不离真上师，唯愿随时享有圣真法，并于地道功德圆满后，宣说正的金刚持佛位。愿我趁此善根力，速即成就上师佛，一切众生尽无欲，心灵安置是佛地。愿弘扬中喀巴法王正法理则记，直系障碍之征兆，一切顺缘系圆满。我及他人之三世，一指相属二之矣。祈愿三会名称佛，教法永驻甚增长。愿昼吉祥，夜吉祥，昼夜60恒吉祥，一切事中皆吉祥。唯愿三宝常摄受。至尊上师身受永稳固，妙善法业普及遍十方。上为教法鞠躬照三律，众生未尽其醒，恒常住。好的，那今天分享到此为止，那我们下一次再见，谢谢大家。